茶和咖啡到底会不会影响人的骨质吸收或流失？虽然外界众说纷纭，不过安南医院骨科医师方启荣引用国外的医学杂志大数据分析，有喝茶习惯的民众在骨质的表现上不但没有变差，反而更好。在目前网络上可以找到的资料，在学术的研究里面，其实是在2017年的时候，在一个医学的杂志，国外的医学杂志，喝茶到底会不会造成骨质疏松？那他们用大数据分析下来，去比对之后，发现其实有喝茶的群组跟没有喝茶的群组，在骨质密度的上面来说，反而没有更差，而且还更好。那所以也因此是说，他们的结论，他们认为说，如果茶这件事情呢，它不会造成骨质疏松，甚至呢有预防骨质疏松的效果。但是我们不能用这件事情来说，我们喝茶就不会造成骨质疏松，或是越喝茶骨质疏松越好。那告诉我们的是说，喝茶并不会造成骨质疏松。至于咖啡的量到底一天能喝多少，台南市立医院家医科许维云医师表示，根据美国的标准，咖啡因每日的建议摄取量，成人最好不要超过400毫克。原则上呢，要注意，一般成人每天不要摄取超过400毫克的咖啡因。如果是孕妇或者是哺乳的妈妈，则建议一天不要超过200毫克。青少年一天不要超过100毫克，而12岁以下的儿童则建议不要摄取。一般市面上呢所卖的咖啡，大概一杯小杯的话是240 CC 左右，那其中含的咖啡因含量大概是将近100毫克。如果是中杯的话，大概有150毫克，大杯就有200毫克了。所以呢，如果是喝大杯咖啡的人，建议就是如果你喝到第2杯的话，就要小心，有可能会过量。骨科医师方启荣强调，如果民众担心钙质流失，不妨在茶或者咖啡里加牛奶。至于民众常用的大骨汤补钙，医师表示，对食补不用太担心，因为台湾目前很少营养不良，钙质的补充都算正常。正确的方法应该要多晒太阳，因为晒太阳才能补充维他命 D 的合成，帮助钙质的吸收。记者林根台南报道。